哎，文静，文静，你看3月他也不是有意的，你别生气行不行啊？啊？哎呀，你别管！哎，3月啊，你看你妈的脾气就那样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！哎，你是故意的，你绝对是故意的。什么故意的？他干什么工作不好啊？你非让他干这个，到殡仪馆去给死人化妆。是，那么多工作，问题是他干嘛？他不干别的，他也不许他干这个。那总比在家里待着强吧？1年了，先有个事儿干起来，不挺好的吗？好个屁！我是开婚纱铺子的，要让周围人知道他干这个，我以后还怎么做生意啊？不是苏文静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干这行怎么了？不偷不抢的，凭自个儿本事混饭吃，碍谁事儿了？别人也就算了，你是他妈妈，你怎么也不理解他呀？你看看你自己，我怎么了？你看你现在都活成什么样子了啊？你现在要把赵3月给我拉下水，你让他去跟死人打交道，你来气我是吧？苏荣，你现在是不是看我日子过得比你好，你嫉妒我了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就这么大能耐啊！你有本事，你再给他换个工作。你把东西给我收拾好吧，以后别有事没事往家跑。你放心，不会再麻烦你的。亚楠姐，吃甜品不？你咋来了？我路上碰到买了点儿，想来跟你一起吃。哎，你不是去看你妈了吗？怎么没住一晚上？还挺好吃。咋了？不高兴？又一会儿，这咋还吃着吃着哭了呢？怎么了？以前见不到他的时候，我感觉心里有好多话要跟他说，但等真的见到了呢，又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说。气死我了！你说这生儿育女到底有什么用？我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，你说到最后呢，弄得跟仇人似的。我一听到他的声音，就是他声音里那种把我当成笑话、特别看不上我的态度，真的受不了。明明在别人那儿我还没那么差，怎么到他那儿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呢？这多久没回来了啊？回来一趟就给我惹这么大的事儿。他但凡态度好一点，我也不至于生这么大的气。我问他，我说你回来干嘛来了？你猜他怎么着？他跟我梗着脖子，他说他拿钥匙。我说听说你找着工作了，他居然跟我吼，怎么着？真把这家当保管所，把我当保管员了？我今天连饭都没来得及吃，我就赶过去看他。他呢？他一边啃着面包一边问我：“你不是说饿死都不会回来吗？”你说，就他说的这种话，他是我妈呀，他不知道我会难受的吗？你说我是他亲妈，我能害了他吗？可是你看现在呢，到头来，他跟苏荣的关系比跟我都好。他大姨说什么都是对的，我说什么都是错的，我就不该要这孩子，我当初。我们以前不这样的，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就连好好说话都做不到了。能好好说话是因为爱，不能好好说话是因为不爱。是因为太熟悉了，就忘了边界。那你爸妈也会这样吗？我刚来这儿参加工作那会儿，我爸就去世了。我妈觉得就是因为我这工作晦气，我爸才死的，就非让我辞职，我没同意。然后之后就7、8年都不搭理我，偶尔我们俩坐一块吃饭，也是一句话没有。我一开始我都觉得尴尬，我跟我亲妈坐在一起吃饭，竟然能觉得尴尬。所以你看，咱俩这么一比，你跟你妈还能吵架，是不是挺幸福？并不觉得。你们找哪位呀？我儿子，我儿子，你儿子是？审神去了。啊！引导员跟我核对信息，我都不相信啊！这回是我娃，这回是他。现在修容已经基本完成了，请您2位看一下，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？这附近有没有弹棉花的？啊？今年棉花刚收完，给你攒了一点儿，一朵一朵攒的，总共有6斤了，可以装1条棉花币的了。儿啊，雪白雪白的棉花币，冬天盖在身上，一点儿都不透风，软和的很。你不是说想让妈给你打1条小时候盖的那棉花币吗？妈带来了。儿，你毛好，你毛好，儿，你毛一毛，你毛一毛，师傅给你毛的，儿，你毛了。